大家好，我係 Jerry。今日我同 Joshua 會同大家講下點解獅門大橋唔係個好橋。而家你睇到嘅係大綱，我哋會講第一，獅門大橋嘅背景；第二，點解獅門大橋唔好；第三，可以點樣改善。我哋先講下呢條橋嘅歷史。獅門大橋係1937年3月開始建，1938年11月起好。佢係一條123米長嘅吊橋，以前係橙色，而家係綠色嘅。條橋叫獅門大橋，因為條橋對北溫哥華各兩座山峰。佢哋嘅英文名叫做 The Lions， 即係獅子山。點解獅門大橋咁重要呢？獅門大橋係連接溫哥華北灣同西灣嘅兩條大橋之一，每日都要超過6萬架車行呢條橋。住喺北灣同西灣嘅人，朝早返工返學會用獅門大橋，放工嗰陣都會用佢返屋企。仲有獅門大橋嘅運作都幾特別，佢得3條行車線，車同巴士都一齊用。中間線會跟住交通轉方向，平時朝早中間線會開去南面，等北灣同西灣嘅人返工，到咗晏晝，中間線就係為北面，方便好多人返屋企。咁點解呢條橋唔好呢？第一個問題係車道太少，3個車道真係唔夠3個城市用。第二個問題係獅門大橋成日塞車，因為太多人用。第三個問題係好舊啊，條橋已經85歲，有可能倒塌，咁就好危險。咁我哋可以點樣改善呢條橋？第一，可以加多啲車道，因為3條太少，但係有啲難。第二，可以喺隔離起一條新橋，咁就唔會咁塞。第三，可以加多啲公共交通，例如多啲巴士，仲可以係停車，多啲人搭車，少啲人揸車。獅門大橋唔單止係溫哥華嘅地標，仲係溫哥華好重要嘅大橋。但係而家溫哥華人多車多，條橋成日塞車，有多問題，所以為咗大家方便同安全，我哋需要改變呢條橋嘅問題。多謝大家。